如果我話我一個人食一個粵式河粉，再加個鮮蝦生春卷，會唔會顯得我好似胃口好大咁？大家新年快樂，馬上發財！四季的變化，你是我的眼，帶我穿越擁擠的人潮。請問你要簽前面還是簽後面？前面嗎？這裡啊。好。你這樣簽在左胸還是簽在雞胸？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把我影片看完哦。又到時間要出門返工啦，等我戴翻我嘅頭盔先。咁今個禮拜啦，就係年前最後一個禮拜返工，咁只要返到禮拜4就可以放假啦。又係一個日常嘅內部會議，咁開完會我就可以落班啦。今晚要去食一個越南河粉，之前就好想一直去翻煲食第二次。歷盡千辛萬苦，我終於一邊聽住耳機裏面導航，一邊嚟到呢度啦。我今晚要食呢個粵式河粉。一位有來過嗎？有，我們入座會用3-1個小時。OK。小冰麵小麻簡單，結完賬我們才會出餐。OK。但我們今天要做冰淇淋。哦，好。今天喂，你好，有一個什麼特別的？你需要出來嗎？是來點餐。如果我話我一個人食一個粵式河粉，再加個鮮蝦生春卷，會唔會顯得我好似胃口好大咁？我嘅春卷，先嚟試一下春卷先，超大！咬第一啖春卷嘅時候，我嘅粉就倒咗啦。也太多肉了吧！攞咗好多九層塔，再將九層塔放入去就會好香。不得不說，我也太會吃了。飲啖湯先。咁今日就係放假前倒數第3日返工啦。咁今日早餐就喺公司樓下嘅全家解決，咁就喺全家嗰度買咗個肉鬆飯團啦。呢個肉鬆飯團我覺得唔錯，以及重金買咗一個茶葉蛋以及2個益力多。咁講到呢個茶葉蛋真係，哇！當時喺大陸有平嘅茶葉蛋我唔食，然之後我依家走嚟台灣食貴嘅茶葉蛋。我覺得我個腦一定係有問題咯。咁食完早餐之後就開始做嘢啦。啱好前幾排就收到咗我老闆 send 俾我嘅 email 啦，就有叫我話年後要出差一趟越南。咁我之前就已經開始喺度跑緊一啲越南簽證嘅單啦。咁所以今日就順便嚟填一填我嘅越南出差單。今日午餐食便當。今日拋棄咗，因為茄子拋棄咗我嘅牛肉麵。睇到呢度咁輕盈嘅腳步，都知道我要落班啦。
啦，下班下班。好啦，今晚係過年之前最後一次嚟健身房健身啊！咁今日依然都係練下個背脊，因為聽日要上台北參加公司嘅year end party 啦，咁所以我驚如果今晚係練臀腿嘅話，聽日行路嗰時隻腳會好痛。好啦，咁時間就嚟到過年放假前最後一日返工啦。咁今日嘅工作內容就係上台北參加公司嘅 year-end party。當然啦，今年就係第2年公司喺大巨蛋呢度舉行呢一個運動會嘅。咁關於呢個演唱嘉賓啊，今年就係請咗蕭煌奇同埋謝金燕。只不過我冇諗到嘅係黃偉軒居然會錄呢一個 year-end party 嘅祝福語俾紅孩。 For over a decade, NVIDIA and Foxconn have worked together as one team. Enjoy your year-end celebration and the year of the horse with good food, good friends, and good fortune. 大家新年快乐，马上发财！我有红海的朋友们，我心属于萧煌奇。是不是上帝在我面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心海？接下来的温暖就交给你们了。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 姐姐的尖叫声在哪里？不要再叫了，叫什么姐姐？你跟我谢谢，你说 I love you， 要跟我有谁？谁管女生再般配不配？身材一起蹦蹦蹦的你和说，连你的爸爸也说我哈哈哈过头，腿长一起蹦蹦蹦 ，Nobody say no。 有什么好？比比你更好，的 number one， oh oh oh。有什么好？比比你更好，美麗台灣是我。Hello， 咁我依家就已經喺台北返嚟啦。咁今日就係要去參加公司嘅 year-end party， 公司搞咗呢個運動會。咁今日嘅演唱嘉賓就有請蕭煌奇同埋嗰個咩謝金燕，然之後佢唱啲歌全部都係啲閩南話，我全部都唔知道佢喺度唱緊啲咩。只要係嗰個網上邊冇字幕嘅話，我完全唔知道佢喺度講咩嘢，冚唪唥都係啲閩南話，完全聽唔明。最搞笑嘅就係佢臨結束前講嘢嗰一 part 嘅時候，佢就有講話喺現場揀一個人，即係睇上去係好愛佢嘅一個人上嚟，然之後有禮物送俾佢。咁佢就揀咗一個男生上嚟，上嚟之後佢話先係話要同佢對視10秒，對視完10秒之後。就會送佢一份禮物，但係對視10秒裡面，佢嘅眼睛唔可以四處咁睄嚟睄去，就係要 eyes to eyes 咁樣。超搞笑就係嗰個男嘅上去之後，咁對視咗10秒之後，佢一直講話再嚟10秒，再嚟10秒。前邊對視嗰度我冇錄
低，但係後邊嗰一段就好搞笑，就係謝金燕送咗佢嗰個禮物，其實係一件嗰個叫咩棒球褲嘅恤衫嚟嘅，然之後又幫佢簽名啦，又擁抱啦。嗰個男嘅可能呢個禮拜都唔需要沖涼啦，然之後衫都唔洗啦，因為上邊留有謝金燕身上嘅味道。知道他剛開始上來的那個矜持都是假的。好，我要送你一樣東西，這個東西呢，雖然你們有的人也有，但是後面寫着我的名字，後面寫我名字 Jenny， 然後3號是我的幸運 number， 我呢可以賣很貴啊，要套在你身上，親手幫他套，這樣你就被我套牢了。我故意找一個比他還要大的人來穿，這樣他穿起來就會很可愛。沒有啊，他穿得下嗎？哎，這些是 L 的。塞不進去，沒有，今年的版型真的比較小。我這個已經3大了，他這禮拜應該不洗澡。來轉過來給大家看這個 Jenny， 對不對？看，你看那樣穿好可愛哦，你看好可愛哦。來，給我筆，我幫你簽名。請問你要簽前面還是簽後面？前面嗎？這裡啊。好。你知道簽在左胸還是簽在雞胸？哦，腹肌不是雞胸。這裡啊。吸管源，不然我就衝了。我這麼大根對啊，今天幾月幾號？我要寫一下。開心嗎？你知道為什麼要找一個穿起來可以這麼緊的朋友上來啦？因為這樣比較好簽。是的，喜歡嗎？謝謝。要抱一下。好，謝謝，姐姐愛你啊！姐姐愛你，好。你可以，對，記得追蹤我啊。記得追蹤啊！我們在私聊。然後今日運動會一開始嗰時，董事長廖隱惠就有講話，今日大家都唔好咁早走，要留到最後。但係其實佢呢句説話年年都係會咁樣講，但係其實年年都係冇乜嘢特別嘅事情發生。但係今日就非常唔同嘅，就係佢有特登咁樣一直喺度重複話大家要留到最後啊，咩咩咩之類嘅。我記得好似係開始抽電動車嘅獎嘅時候，咁廖隱惠上台就有講話，郭台銘自己揞3億台幣出嚟俾大家去抽獎，咁就係會有10個1000萬嘅新台幣現金，然之後仲有剩低嘅好似係1000個20萬嘅現金，然之後就現場抽。當時第一輪抽10個1000萬嘅時候，咁廖隱惠就有講到話，抽到獎嘅人要喺5分鐘之內就要喺你嘅場館所在嘅位置出現喺舞台上邊，然之後要影相作為證據。咁可能就係年後嗰時將啲錢入去你嘅 account 裡面咁樣。咁當時抽第一 round 10個嘅時候，就有4個唔喺現場，咁多出嚟嘅4個之後就第二 round 再抽。歡迎錢媽媽，新年快樂！要
请钱妈妈帮我们冲这个剩下4000万。有什么话要先跟大家说？有吗？先恭喜你们2位。哎，谢谢。我要先恭喜他们啊！对啊，谢谢。祝大家中大奖，请那个等一下有中奖的跑得快一点。真的，不然晚上会抱頭哭的，哭好幾天。那是。祝大家中大獎哦！咁事後啦，都有喺啲 po 文上邊有睇到，其中一個錯失1000萬現金嘅得主就有講話，其實佢當日係有去到現場嘅，因為其實我哋當日每個人都要去到現場嗰度去打卡，咁樣嘅話先至會計你係當日有上班咁樣。咁如果你係冇打到卡嘅話，咁除非你係因公留守或者係話你有請假。咁如果你又唔係因公留守，唔即係你又冇請假，然後你又冇去打卡嘅話，咁當日就會當你係曠工，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去現場打卡，只不過就係睇你係打完卡之後，你有冇留喺現場嗰度繼續睇運動會，然之後睇表演咁樣。其實大部分人就係到咗場地之後打完卡，攞咗佢嗰個中午嘅嗰個飯盒飯食之後，好多人就會離開㗎啦。而啱好就係今年嗰台面揞3億出嚟分俾大家去抽獎加碼咁樣，咁所以就有人就係打完卡之後佢就走咗閃咗，錯失1000萬嘅得主就係佢當日係有去現場嘅，佢其實都有坐喺個場館嗰度，都坐到去好似晏晝1-2點咁樣啦，咁但係因為佢嘅老婆啱好懷緊2胎，然之後屋企又有小朋友要照顧，咁所以佢就覺得話咁我不如早啲返去幫手湊小朋友，然之後減輕老婆嘅壓力咁樣，咁就係因為咁樣返咗屋企，然之後錯失咗1000萬。呢4個錯失1000萬嘅得主應該會好後悔點解自己當時冇留喺場館裏面留到最後一刻。畢竟唔係所有人都可以喺1年裏面賺到1000萬現金。你就算係工資再高都好，咩都好，而且呢個1000萬現金係你唔需要，真係你唔需要付出任何努力，你就坐喺嗰度，然之後就等個天將呢個好運降喺你嘅頭上邊。嗰4個錯失1000萬嘅人返到屋企知道咗之後，應該會抌心口抌死自己吧。心諗話我點解要離開啊？點解嗰日我唔坐到最後呢？呢啲咁大金額嘅抽獎唔係話年都有。我所知道嘅就係往年嘅話最多都係去到100萬，仲係200萬。咁今年係1000萬，雖然只有10個，但係呢10個幸運兒真係踩一狗屎咁樣，應該會好開心，晚上瞓覺可能都會笑醒。我記得有一個中獎嘅得主上到台上之後，即刻攬實了眼遺憾同佢擁抱，可能覺得自己點解可以咁好彩嘅。然後我都有聽講係話有一個係新入嚟嘅員工，好似係啱到公司1年啊，仲係未滿1年，然之後就中咗1000萬，我真係覺得佢好運到爆炸咯。咁以上就係今期嘅內容啦。咁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嘅話，麻煩喺下方留言以及訂閱我嘅頻道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